夜深了，快来睡吧。谁来了？谁来啊？舅妹啊，莲子给熬好了没有？熬好了。哦，媳妇还没有过来，到得早了，岂不要凉了啊？啥不早些倒好，岂不要烫了你继父嘛？凉了，岂不要病歪继父吗？这丫头，凉了嘛这女呀？姐姐真想得知道，可是怎么从不见继父也这样体贴姐姐呢？你继父把心思都用到书本上去了，他哪有功夫想你姐姐的事啊？姐姐你呀，忘了，娘子无事。看你这个书呆子，刚才叫你安睡，怎么一下你就忘了？娘子稍等，小生来了。王君请得两年以上，抵得过书记子，此故原谅。唐啥是上京人，功名于旁，金不女归阴妻，一片心肠。快去走吧，凉了吃下去不好。多谢娘子。你在做什么？做针子。让我看看。凉了，快去吧。不准我看，我就不去。是一首密码字。我在做的。你想，我还会替别人做码字吗？你替我做了许多码字，又做它无用啊！你深夜用功，两腿受了vận气，需要密码舞台才好呢。娘子如此体贴，小生没此难吧？不要这样噻。舅妹，你等一等。我听之间有生趣，娘子，我在你家已有2年了。娘子对我的恩情是有定当图报，待等来年上京应试，实得高中，定及娘子进京同享荣华富贵。王郎，你如今这样日夜用功，是为的是荣华富贵吗？是啊，常言道得好，10年长夏无人闻，一举人民天下知。一旦中了上药，我就什么都有了。这万为王郎啊！你莫忘了在你长夏无人闻，莫忘了寺门外一片山安宁光，愿王郎在高飞无畏
去睡吧，小玉娘子。海神庙右边有一位张大夫，医道十分高明，明日你就去看一看吧。多谢娘子。你听听你，刚从水府到里面去了。啊，我去叫他。我们这位观音师弟呀，这师弟夫简直弄糊涂了。你想，今天是我们十姐妹结拜的日子，他倒忘得关关心心。我对他说了，他现在心中只有一个人了。你看他2年来为了一个碗筷，得罪了多少客人。他好容易摘下来的一点东西，也为碗筷花完了。他呀，就是想当上元夫人。师妹真是个情种。什么情种？他平时欠了碗筷的。好啊，你们又在这里别骂我了啊！哎呦，上元夫人来了。服侍些什么呀？哎，不是我们服侍，是你呀，贵人多忘事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都忘了。哎呀，我们等到3更天，你也不来，真的忘记了。你们提醒我，我去不就是了吗？哎呀，怎么能让上元夫人去呢？当然我们来了。你这丫头，不是你吗？师妹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你小心，别把小娘子摔来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摔到哪里去了？这是师妹的父亲留下来的遗物，要快找找吧。好了好了，不用找了。你们看，在这里。哎呀，你连这个都送去碗筷了。哎，当心在碗筷变心，把他送给别人。碗筷不过少了几个钱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看不起他？好好好，大娘他们与你不受监牢。只要我拿好心待人，神总会拿好心待我的。师妹，你不要多心，我们话也许难听，可都是好意。我们十姐妹自从结拜以来，只剩下了3个人，彼此还能不关心么？想当时多么热闹，现在又这么冷清。你也在地府办事了，不打我们见面，叫人怎么能不怨你哦？以前的事真不忍体了。他姐姐从良去，自己一真。三妹妹丧了命，王府长妹，大妹。家乡多
去看地府，难以可为。四妹，你同小姐讲什么啊？没有说什么。怎么一会儿你就不放心了？不是的，我怕他推人，推人不放肆，这要信你，不就行了吗？谁的真想你？真的，这你就放心了吧。啊，我去看一看，谁来啊？沈家不理我们走吧。菲，沈家要走了，请你的，你继父刚才让你，好，那我们走了，不送你们了。你呀，还心思送我们。菲不行了啊！这样的。在这里休息一会，带老奴先去陪马。王郎，娘子万有无言。王郎，来此也是黑人庙，想来我这位夫妇是黑人也做的媒人，我不理我一同进去，想人间民国事女。娘子说的也是。与王魁结为夫妇4年不受监牢，生死祸福永不变心。尚为此呀，常人苦海。小生王魁与桂英结成夫妇，立志不边际走去，尚为此呀，永谁刀杀？王郎严重了。新郎君把使命，王郎你终于今生。王郎为妻昨夜剪下青丝一缕神女郎君，此一去路途寂寞是相依，见此把于是见归隐。这一缕秋是与大头君，又比正常不离身。王郎，肉现在可得在身吧？只是岳父刘金娘子唯一念问，小生岂会丢了？是此
马已备好。来忙请我老妻等，王郎啊，你女皇小调送到问安。少爷，请上路吧。老管家，请你一路自上，好好侍候少爷。老奴遵命。少夫人，你对我们淄博的大恩大德，老奴永不忘记。娘子，我要走了。王郎一路小心，为妻在家，在儿家矣。娘子在家也要保重了。你回去吧。王郎，你一路珍重，娘子在家也要小心了。姐姐，姐夫去远了，看不见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在树林坐知了，王郎应再苦心才定他元岁要成。姐姐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少爷，要是少夫人得知少爷高官得中，定然喜欢非常。少爷就该夸奖少夫人进京才是。我也有此意。启禀常员公，李大人到。有请。常员公承迎。李大人，常员公请。
常月公和西常月公西从何来？而老丞相有一千金，十分爷美。老丞相若有常月公，就会津津自豪。不知常月公意下是何？孟汉老丞相见爱十分关敬，此时岳生家中也有糟糠之气，这门亲事难以议哟。请问常月公，家中的夫人是哪家名门的千金呢？这个是常人家出生的了。这无妨，多送些银两，叫他的年穷度日，也就是了。有道是糟糠之妻不下堂啊，常月公不去糟糠，真是难得。这是常月公气色，原是心上人家之女，这怕是笑话。这三二丞相爱在之名，常月公做了老丞相的东庄夸许，定然贤人无量。此次李翁请问用有生三世，三世而何用？常月公告罪，告罪，告子奉送，告子，告子。这个李老爷的差人对我也讲，这李老爷是替汉相府审美来的。那少爷，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呢？我自有此章，不用你问。少爷呀，自不明才来呀，自了良罪，少夫人为我们背行了我们，历经人头戴乌纱要女戴，少爷呀，就该召集夫人到地界来。我知道你下去。启禀常月公，长大人过府。听说他是本府的人，他来做什么？不必又是何物？有请。常月公，请啊！常月公，下官少来拜耳，请常月公施罪。若真正个老牛赐家里。常月公，实在李翁奉了汉老丞相之命前来提亲，言道：常月公不起糟糠，故而不便答应这门亲事。老丞相听了是十分钦佩。只是老丞相放得常月公的妻子，乃是莱阳名苦养的野花女子，此事倘若被人知晓，常月公的脸面何成啊？老丞相实在是为常月公苦心，故而们命下官再来提亲，常月公可办无推嫁的了。他们是此相爱，是何是好啊？见我神梦相依初见，玉梦中过夫来，寒气三落命苦熬，他原是四相门的贤德的好穷才。
与他为难，相逢成匹配，定期再去不应该。常元公，常元公不要太师对，西天下国应开为，教会本是壮胆驴，真必得儿门修女听才。他早经无处心难改，真配你天子门生外外在，是这样欠债的良机是难在。常元公啊，你错过了机会要回呀！穷他句句一女同无心，欠债两记实难在。大丈夫应有零用之，我岂能负前生为穷财？自古到今既是鸟真相配，我实在相负。从今有世上请用神风吹。常元公，意下是何？奉圣相有爱，若身真棍太子，只是匆忙之中无有信问，是何是好啊？常元公，这牛虽在不是最好的品物吗？这肉顺在么？原来知见之问，是以他为品，这些常元公先见是牛，情重是山啊。区区一问，望不见效。此时待下官禀明问老丞相，接着前来迎接常元公，妻子相扶，一别问婚。多谢见公，告辞。奉送告辞。想不到我王魁一家儿子，竟做了天子的门生，宰相的怕婿，也困飞黄腾达，王生百里，好不可惜呀！天中所欲应是用，王魁今日奉上席，不为我爱唱功都苦实在，从今与丢在无上忙帮牛带上担喜呀！启禀常元公，莱阳家事到啊。下属人何在？书信下在卡店之中，是店自动送来的，小人已当发他去了。下去。是。贵因被击，王郎千差。还有小事一说。上不胜过金秀香，谁让得以真说啊？谁知叫谁有贵客，是绝称一待西茶。看这小事，贵因到外一往求生。哎，大丈夫做事却能反复不察，
直到如今，我已顾不得你了，不免待我修饰一封，附送8银200两，以报你2年恩爱。一封信寄于民苦啊，教育娘啊，为是王魁良心上，一花女真配上元郎，啊说银子200两，是王魁不能转来。为己与你继父在意。娟妹啊，那真些嘞啊。不配生，只怕
啥呀？但愿你家居平安，度千桑，一山一宽不逆境，宽大于苦家义，今杂空难才上身，我亲手捧来寄情人。千真万真是无心。姐姐，恭喜姐姐，恭喜姐姐，姐夫中了上月了！什么？老官家来报喜来了呀！我有恭喜夫人，恭喜夫人！老官家，少爷中了朝月命老奴报喜来了。想不到娇贵人也有今朝，有书信一封。是的，还有押送银子200两，请夫人收下。银子就没收下。老官家，少爷身体可好？真好，可是少爷今日差你来的，正是少爷命老奴迎接夫人觐见。有劳你了。啊，菲菲，你快去预备酒菜，今晚的我姐妹喜上一喜。老官家，一路辛苦的，我先去吧。菲菲，你快点行吧，我们都想听听姐夫的喜讯呢。哎，上元公接上元夫人的信，我们怎么好听呢？快来快来，我们去吧。来，老官家去洗洗吧。姐姐，不要去问妈妈不可，看她还要骂，这是穷姐的钱嘛。妹妹不可是此。阿九妹，你快去争得营长，明日一早令我一同进去。多谢姐姐。王魁见机，贵姬长子。是必须在今教应得中，万人将造者就是疼你。既然新婚难解决呀，得命王总送把银200两，以报延吉2年安来。必连子愿意归，虽将不应愿王魁。今小在长得绿，真相群绿，若一在。王魁，谁呀？
滚滚真一声黑人也，细听分而明，赵百姓无地步。风西天，巨王魁，萍水相逢，几人欢儿迎，夫妻相爱两年整，我问他每夜里哭到大山根，那王魁上京把事应，我也曾与王魁曾到神仙大事明，实指望生死祸福与他共命啊，与谁知此人自面薄死心。那王魁他中了高，魁人忘了本，他经过定期再去与做心啊人，200两银子一封信啊，还待我上天无路，下地无瓦门，实在等负心财，人人公分。王神圣自真意思，差应与我归隐，把冤生啊，给彩的魂灵，是我在真，是我在真，黑人呀，我总是往前也感谢神。黑人爷，年年归隐，孤苦伶仃，你就替我做主吧。黑人爷，我哭诉了半天，你是一点也不离开我。哦，莫非求你的人太多了？你忘了那天我王魁在此明示了吗？潘官爷，潘官爷，潘官爷，请你向黑人爷回禀一声，夸夸办那王魁。啊，你也不理我。那天我王魁在此明示，不是你用小鬼做先生的吗？啊，小鬼哥哥，小鬼哥哥，小鬼哥哥，你记得吗？记得那天我王魁在此明示吗？你
信我。我明白了，遇见王奎逼不得已的，他中了状元，是天赐蒙生，又做了韩丞相的女婿。你们都不管打他，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都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娇贵，也无节而无私，是个烟花女子。该是人家媳妇的嘛判官之地做见证，小鬼也不肯禀一声，怎奈是叫天天不应，欺负叫鬼不明自嘿，三爷，三大的母子都刚正，算与三姐结缘情，恰为我的今日福音令的三我哭诉孤处啊三，三爷呀，莫比你关海上不管生死，岂不问生死风不现实本，与王奎在神前发下誓约，为心在呀看小米个几百年门我不想你，我确实不想你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们小马舞蹈万苦人，曾经对宝儿的大马受欺凌，这真是上天天福禄啊！谁的家父们嘿三爷呀，你不作主，谁怜我归因，就人生给王奎，与我再争。海人爷，你真的不给王奎与我再争？你不在我的堂子，归因此愿也无此可生的了。你叫我回到哪里去呢？我又是无家可归的人了。
只有一条死路。对，虽是我死了，也要赶那王魁。到你身前得走他的可诉，命安赶了王魁，先来与他责任。对，小鬼有哪里？来也，潘官爷，小鬼爷，此经黑人也征了你的可诉，命你随我同往北京赶那王魁。当在。竟有歌王把台词，黑人也降下歌王的令啊，破我回应七三生，潘官爷你与我把路引，边境人造为心疼，飘荡荡离了来阳为，与之间离水不去
这是故意爱民。原来是姑爷儿寥寥离离叫声悲，可怜他与归隐，一半儿憔悴，莫比被抛弃，漂泊天涯，无子可归。刘桂英，好。言官，我到四方批阅公文，你为王是奉小姐去吧。是。相顾王魁，自从实在相父以来，蒙那小姐对我十分恩爱，真是言不比亲。十不休，虽经理想，自相分美。上有那风流张草，俏娃妩媚。不久又是深秋了，自从得知焦桂英在莱阳黑人庙内事业生死，哎呀，下官虽在今日锦绣之中度日，总觉得精神恍惚啊！情缘一心深深系，房内残灯似流年，耳边像又听得风声起，望春望望地不息。司令，下面是谁来了？你是谁？啊，不是人，是银呐！哎，王魁啊，你的大娘也踏实，就是鬼门，怎该把我贴至门生去？地里真是平静了。听说是边境人，我心下是非。在乡家自大过万年的王魁，他在那三围楼上成双作对。就是你孤孤单单，凄凄切切，千里还飞。哎呀，才呀！
好凄怆啊，好像是焦桂英的声音，又听不见了。哎，也许是我今日恍惚所致，且日由他。为何府门是开呀？好，这是谁？是我啊！哎呀，当归呀！忘了，分明是人，真的是鬼呀！你不是焦桂英吗？真是危急！闻听你在黑神庙有日夜生死了啊！
这是认错了，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？王郎，请来看，我不是你的鬼影吗？我一人修饰一副纹银200两，你再来找王郎在中常院为吉祥郎君贺喜来了。是个过年，还我的什么喜呀？真在不唬你，王郎得中高魁，说了为妻，祝你成名之女。再三，我千里迢迢，也为的是与郎君送药方来了。药方？其实郎君在明狂的时节，深耕苦读，两座冻得冷冰冰的，后来成了大病。是我在黑神庙右边，请一位大夫看好的。大夫说，要是此病再发，可再服此药。我病从未再发，药方不用了。不用了，纵然再发，也有我那夫人照料，不劳贵戚必须。原来是此。我去问你，千里迢迢你是怎样来的？千里迢迢，郎君来的，难道我是来不得吗？贵人，你咋这不委屈？我就要问你个貌似婚庆时常相负之人。哎呀，王郎，你何必是此人？你年贵人当在一点半点的好处，你就收了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。贵人，你啥人此？要是被夫人知道，那完得了啊！唉，记得我与郎君当日相爱，誓不再讲。如今王郎告状，为妻反遭受气，实是为妻宝儿的举脸难看。唉，只求王郎用贵人在府上做一名奴婢，我一个郎君大恩大德。虽然是做奴婢，难免烦恼，一将是随宝儿比边头掉。王郎也答应了，多谢王郎。倘若是土生子，怎样开教？
桂英，你死了这条心，速速与我出去吧。既然做奴婢也无此法问，记得你在今日间判你路途寂寞，写下青丝一缕，须请万在身旁吗？这是你的留法。哎呀，那玉顺在你，玉顺在么？夫人对你讲了，他已做了我与夫人订婚之新闻。啊！玉顺在是我弟弟的遗文，当在相送于你，想不到你不必多言，叫你把您50两速速回去了吧。我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。那么，叫你往捐50两，你是立门不去吧？啊！到了此时，你还要我叫桂英再落风尘吗？你心何人啊？他呀，桂英啊，今生是我为了你，原来生于你这级死路，从家罢休。哼，我却不信。我代替明日，明日王奎，你那是也已经爱死了一个叫桂英，你还想再死一个叫桂英吗？王开在14话令人发怒，在山谷打来是从即死路，你已经爱死了叫桂英一个，你还想到来世再做什么？鬼不？正是桂英贵问到此。哎呀，桂英，你不要来想我，我明天请那名声高道超度于你呀。我要你跟我回来养气吧。现在不行，现在不行啊！现在原我不行。我是人，你是鬼呀！只要有情，不分成鬼呀！鬼，你是真不委屈，我就要请那法师将你当着九有地狱！王奎，你在怎样？我刚才死退你本身，是指望你有本地人心，我在找你一死。谁知你今日丧尽天良。开见。